Victoria Play Park 係一所專為嬰幼兒服務嘅學前教育中心，共有2所嘅，一所喺灣仔夏慤大廈，另外一間就喺 K11 Musea， 為8至36個月嘅小朋友提供學前遊戲班服務。我哋嘅課程係以2文3語學習模式，以一班專業嘅導師以母語、英語、普通話同埋粵語去教授親子遊戲課程。我哋共有3個課程，每一個課程嘅課時係1個半小時。我哋透過結構性遊戲進行目標性嘅學習，同埋提供咗12個月嘅課程主題，去刺激幼兒好奇心同埋培養自主探索嘅精神。嬰幼兒課程為8至到12個月嘅小朋友提供服務嘅。咁我哋會透過一啲感統嘅訓練，例如玩豆豆波，刺激佢哋前庭嘅發展，仲有配合唔同嘅活動去刺激小朋友大小肌肉同埋身體協調嘅能力，使到小朋友可以喺自主探索嘅過程享受愉快學習。學步兒課程為13至到24個月嘅小朋友提供服務。喺呢個階段，小朋友對周邊嘅事物都好感興趣，尤其是我哋會設計多啲嘅感官活動。Messy Play 就係一個好好玩嘅感官探索遊戲，強調幼兒可以自主探索同埋去親身體驗。幼兒課程專為25至到36個月嘅小朋友提供服務。我哋呢一個時間嘅小朋友，大部分佢哋嘅語言同埋生活經驗都增加咗嘅，所以我哋配合每個月嘅主題，設計咗唔同嘅模擬遊戲區，俾小朋友進行遊戲學習，咁讓佢哋可以提供同人哋一齊去分享創作同埋與人互動嘅能力，咁同埋透過角色扮演增加社交嘅技巧。我哋嘅遊戲班課程亦都有提供適應班，為小朋友適應校園新生活，學下分享、排隊、聆聽下指令，咁等小朋友仲會可以裝備下面試嘅能力喎。